杨一芳是一名苗族姑娘，就读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少数民族音乐学专业，苗族形象大使，人气歌手，专辑登月少数民族冠军歌手争霸赛亚军，湖南卫视青年向上贵州美女代表，电影频道校花与学神16校花选手之一。杨一芳既活泼伶俐又聪明善良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女学霸。感觉我心变了溪流，到此已经再没有远离。归山归水流，天下归宗。请记得我的欢颜，笑起来我